食嘅初期咧已經有少少效果噶啦，食晒成個療程之後咧，而家已經好翻晒，就冇再痛啦，冇誇張。老實講，真係冇痛嘅，就係膝頭哥痛咯，坐得耐起身就會痛噶啦。你之前係有用緊咩方式去調理？睇完醫生之後，佢話只係食葡萄糖胺得噶啦，就唔需要做手術。咁我咪一路食住葡萄糖胺咯，食咗1年幾冇減少到。有一次喺 Facebook 見到你哋廣告，我都有啲質疑嘅，我就上網 check 一 check 呢個產品係咪真實。上網 check 到咧，呢個產品有美國官方認證嘅。食咗無骨療程一個完整療程128日，最大嘅分別係咩？食嘅初期咧已經有少少效果噶啦，開始冇咁痛，真係冇咁痛。跟住食晒成個療程之後咧，而家已經好翻晒，就冇再痛啦，冇誇張。老實講，真係冇痛嘅，我以人格擔保，真真實實嘅。你跟得好好添，有咩事會問下我啊？而家點啊？唔識點樣食法，你就教一教我。你嘅服務態度真係好認真。多謝你，多謝。產品嘅味道點樣可以接受呢？好似食啫喱咁，生果味。係啊，甜甜地、酸酸地咁咯。我係江仔，堅持以誠信經營寶骨療程，唔會為咗賣而賣。點擊影片下方發送信息，1對1教你如何正確服用寶骨療程。而家仲有做緊限時優惠㗎，我係江仔，你嘅健康我為你操心。